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网红馆长陈之汉家己来压料，讲伊过去捌做过违法的地下运动搅盘，就是俗称的球板。有人推测，这个馆长当初做球板的时间，真晚近中华职棒的签赌案。当年这个中华职棒，都是因为签赌案差一点来崩盘，讲陈之汉根本就是推手之一。台北市议员简书培甲陈宪伟再去到地检署告这个馆长涉嫌着跋筊、诈欺、组织犯罪。啊，馆长是开直播来背回讲，伊所签赌的不是中华职棒，是美国的职棒。投出。轻松的投球，国家球员第一馆长2019年捌担任中信兄弟开球嘉宾，当时呼吁球迷做入场看球，佫伫直播中讲伊收球团50万，不过这段5年前的影片，互球迷真生气，要求随提掉。因为那时候我做球板嘛，你不认真看都不行嘛。馆长陈之汉25开直播，甲卖将开讲，伊家己讲的，讲捌做过球板签补的代志。一个挥出去，什么全垒打，心都碎了，然后心里想说，要走路嘞，还是要来总钱？安尼一个讲球迷是真正是有够气，因为台湾的职棒捌因为签补来动伤，即卖伊家己讲做过球板签补，大家伫骂，有球迷伫甲算，馆长自称27岁加入帮派，过两年开始做球板，时间差不多是2007年到2008年，过两年就是当时险险啊，挖解中一个签补案，被这个是推手之因。馆长很有可能就是在09年黑象事件的时候从事主投的这个行为。台北市议员简书培甲陈宪伟早起去到台北地检署告馆长涉嫌跋筊、诈欺甲组织犯罪。他是不是用组织犯罪的方式有胁迫过这个球员来进行打假球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求检察官来进一步的调查。馆长专门个开直播强调讲，伊签的不是台湾的职棒，是美国的大联盟。大家都会指着我的脸，他说我是什么职棒？没有，我们那时候都在玩大联盟。那你说我们做很大吗？没有，就做很小。就找身边的朋友玩嘛，赚个水钱。球板的风波继续传，国好议员告馆长目前无详细的回应，是讲有关球板签补的这个话，恐怕已经伤害到棒球迷心。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